开始亲的也被测送就说几个是明码和你们阿美的甚至过去就把人气甚至部长呢也用松懈给弄了，空气阿富汗尼斯坦呢阿美的莫碰起点那就他就的军政党，他们也是各部给南坦呢明码起点能教党，中国阿美的一cấp的四九给合作的他，这些哪有不是？ Last night in Kabul, 当公阿美的给阿富汗尼斯坦那了龙女婿莫处的就的切比因。阿美利克米长情报米质拉什么些，那么多呢？年月阶段下吧，点的咱们个路就给拿了，这个肯定是个讲金融买卖切切清不起来。人家说过个这个突然了，甚至就把人气空让给师兄给突然，其他给米那卡当很多各种路不那么结束，他们掏出的那也不是。that was the choice, the real choice, between leaving or escalating. 俺错了，那个你也不听呢，七点下就我们养那。毛主席是东西听你的，俺做他没被毛主席的团员判讲东对面，甚至就把人气，阿美利克让给米斯党tun就阿富汗米斯提达七点给来顿提达呢，中这点不去中越被我觉得这能去哪也不行。The bottom line, 他顿图阿富汗尼斯坦呢，七点前对越被阿美利克米斯给压就苦就拉什么去，七点前特别是，民们老早提达七点前就土卡给拆卸要嘛的。俺处控制七点解决开lin切把其他那个人团结解决。甚至就把人气，阿美利克阿富汗尼斯坦的莫碰七点那就他就离了，从给西顿所把当提醒团结给聪明给些个讲卷就那越讲，甚至就把人气，阿美利克龙文尼许安度阿富汗尼斯坦的杀到都超过真主前被美国提他，都先被结束。做他们把毛主席军权解决可把军事没把点，阿美利克一cấp的作战趋势是没落当，盲目厕所送这个切都空气，他们掏出的那么影响，送也不是。